肌力撐起行動力。對於長者嚟講，有強健嘅肌肉先可以保護到關節，減少痛症，同埋避免跌親受傷嘅風險。想知屋企嘅長者肌肉量夠唔夠？而家就教大家一個簡單嘅檢測方法。首先可以坐低，然後雙手抱前，利用下肢嘅力量企起身，再坐低，咁就算完成一次坐企動作。呢種動作喺13秒內能夠完成5次就為之合格，但如果少於5次，就好可能代表身體肌肉量唔夠，行路就會冇力又容易攰，同埋會有關節痛嘅情況。訓練翻我哋嘅肌肉，咁先可以保護到我哋嘅關節，冇咁容易痛同埋磨蝕，行步路都會更加有力添。除咗運動，我哋仲可以加強補充 HMB 嚟幫助重建肌肉，減少流失，同埋葡萄糖胺幫助修復關節，吸收鈣幫助增強骨質密度，預防骨質疏鬆，達到增肌、護關、健骨3大功效。